位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咱这个时阵，咱先献开619首，因为这条歌咱较无熟。咱这个节奏爱小可练一下较等下咱较唱的时阵较知影要安怎唱咱这条歌伊的顺序咱我先甲咱讲一下，因为咱真可能会安尼斗来斗去，毋知斗来倒去安尼所以咱来看这个要怎唱咱即摆看第一抓甲第二抓中，第二抓中，甲你有看到一个是写1，一个写2，你有看到无？恁遮无对，好，安尼无要紧。安尼咱即摆我先用唱的，反正你拢看遮嘛安尼应该是看遮就知影好，咱即摆来练习即条歌。来向前，行伫上帝的歌，来向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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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来向前行伫上帝的歌。然后反复，来向前行，来向前行，前行伫上帝的歌。所以安尼对头到尾安尼一遍，安尼知来，咱搁一届特别会晓，特别会晓，搁一届会背。来，1、2，来，来向前行伫上帝的歌，来向前行伫上帝的歌。来向前行伫上帝的歌，来向前行伫上帝的歌，来向前行，来向前行伫上帝的歌，反复，来向前行，来向前行伫上帝的歌。好。咱即摆尽量看我遮就好啊尽量看我遮咱迄个拍数需要看者安尼来向前速度可以再快一点点，预备，来，来向前行伫上帝的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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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向前行，来向前行伫上帝的歌，来向前行，来向前行伫上帝的歌。安尼无问题好，咱这条歌到这另外迄条歌有有多少？510，来510，咱来看一下510应该大家较熟。这条歌咱应该足熟的啦好，咱唱一届就好，咱就知影预备，温坤最刚，预备，来。这条歌咱较熟，咱练到这。
兄姐，大家平安。平安。因为上帝听，互咱各三甲组织做伙来学了主，咱各三甲组织。咱各三甲组织来学了主，咱各三甲组织同心合意，以描述着较要成就，以描述拢显明，咱各三甲组织来学了主，咱各三甲组织来学了主，咱各三甲组织同心合意，以描述着较要成就，以描述拢显明，咱各三甲组织来学了主。当人伫敬拜中学了上帝的时阵，咱内心的感情看入伫四块的中间，咱也要享受无比的喜乐，将这一切荣光拢归予咱主权上帝。咱再来唱一摆，咱各三甲组织来学了主，咱各三甲组织同心合意，拢显明，咱各三甲组织来学了主。咱拢是上帝竞选分别制成的儿女，以救赎的恩典，互咱白白得到，这是何等的福分！你是毋是有珍惜这种丰盛的生命？咱来唱这首恩典的路。你是我的主，我行你的路，万山也山高，拢是你的保护，万人中道道，你听我听把我，永远无变的永远，这一生拢是祝福。一步到一步，这是稳定的路。你听，你唱，互我定着保守。一步到一步，这是茫茫的路。你听，你唱，引带我行这人生路。你是我的主，带我行伊的路，万山也山高，拢是你的保护，万人中道道，你听我听把我，永远无变的永远，这一生拢是祝福。一步到一步，这是稳定的路。你听，你唱，互我得着保守。一步到一步，这是茫茫的路。你听，你唱，引带我行这人生路。上帝是咱的主，伊甲咱同在，无论顺境也是逆境，一生永远带咱的脚步行头前的路。只要咱完全交托，跟对伊脚步，伊要掌管咱未来，一步搁一步，这是稳定的路。
你疼，你手，互我得到保守，一步搁一步，这是愿望的路。你疼，你手，引带我行人生的路。咱搁来唱稳定的路。你是我的主，带我行你的路，关山也山高，拢是你的保护。万难中道道，你听我，你爱我，永远不变的永远，这一生拢是祝福。一步甲一步，这是阮等的路。你听，你唱，予我得到保守。一步甲一步，这是愿望的路。你听，你唱，引带我行这人生。一步甲一步，一步甲一步，这是阮等的路。你听，你唱，予我得到保守。一步甲一步，这是愿望的路。你听，你唱，引带我行这人生路。祈求上帝带领咱人生的道路，真侪咱的瓦壳，在患难中要勇敢坚持信仰，忍受苦难。咱要得较经历上帝的救赎甲愿望，若是有你伫我的性命。若是有你伫我的生命，我就永远袂孤影。风雨遐尼大，风也遐尼大，有你同在无摇拽。若是有你伫我的生命，我就永远袂惊大。有你三做伴，甲你斗阵行，充满温暖袂畏寒。海水的渡，石头的路，你的疼痛无变换。甘愿为我受尽拖磨，将我当作你心肝。海水的渡，石头的路，你的疼痛无变换。阮情这大，怎样感谢？你先甲主念相我。若是有你伫我的生命，我就永远袂惊吓。风雨遐尼大，风也遐尼宽，有你同在无摇拽。若是有你伫我的生命，我就永远袂孤单。有你三做伴，甲你斗阵行，充满温暖袂畏寒。海水的渡，石头的路，你的疼痛无变换。甘愿为我受。尽拖磨，将我当作你心肝。
伫咱的生命中，互咱有重生的生命。主耶稣讲：“囝仔劳苦背重担的，来就近我就要互恁得到安息。只有信靠伊，你的生命要得到改变。”咱即条用心灵甲诚实的心，同心来学了主，咱搁来唱。主啊，我羡慕你，亲像落羡慕溪水。主啊，我羡慕你，亲像落羡慕溪水。只有你是我心所爱，我羡慕来敬拜你。你是我的力量敬拜，我领导都行乎你。只有你是我心所爱，我羡慕来敬拜你。主啊，我心慕你，亲像落羡慕溪水。只有你是我心所爱，我羡慕来敬拜你。你是我的力量敬拜，我领导都行乎你。只有你是我心所爱，我羡慕来敬拜你是我的力量顶牌。你是我的力量顶牌，我领导都行乎你。只有你是我心所爱，我羡慕来敬拜你。请会众起立。我对上主求一项代志，只有对伊求一项，互我一世人踮伫上主的厝，伫圣殿仰望伊的阳光，找求伊的指示。咱同齐用使徒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爸，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彼得岛林内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四日日对死人中搁活上天，今坐伫全能爸上帝的大屏，伊要对遐搁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圣共同的教会，圣道的罪赦免，肉体的过活，永远的活命。咱即时也是徛咧来祈祷。万愿灵听阮的阿爸爸上帝，愿感谢你，愿深信即时阵，愿跩会当来到伫圣殿来朝见你的人，阮拢是有福气的。无论阮伫什么位置，阮拢无袂记得阮信仰的根基，来守安息日，来领受主你对天而来的祝福。今仔日是总会所定妇女事工主日，嘛是世界公道日。求主互阮姊妹伫所参与的服侍当中，会当哪侍奉哪甘甜，哪有快乐。
阮知妇女无论伫倒落，拢有伊重要的分量，尤其是伫家庭中，佫较是精神的徛条。求主赏赐阮有教育的疼心甲智慧，诚做更改盐来做上帝看做是对佫好的代志。主啊，求你赦免阮，因为人的自私甲贪心，伫到现今社会，人人陷落伫紧张佫危险的生活当中。求你怜悯拯救，互阮人人有好的念头，做对佫好的事，来互相帮赞，荣光主的你的名。主啊，我嘛要求你来固守阮的教会，无论伫硬体、软体，甚至是人的方面，对伫牧者、中职、团契同工、教职会友，求主互阮同心合意，学主的款式，谦卑对主来行，做上帝看做是好，佫是水的工。我嘛要为着我袂当来家己圣殿敬拜你的兄弟祈求。若是身体欠安的，求主你医治因；若是心灵苦痛的，求主你安慰因；为着生活咧无用的，求主你看顾因；求主你的灵甲阮同在。阮也要将今仔日的礼拜行程交托伫你手中，求你圣神甲阮支持，赏赐阮大家有平安喜乐的心。阮安尼祈求感谢，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主听阮祈祷，主听阮祈祷，主听阮祈祷，心事万变难。请坐。这是咱三甲来交托启应文，启应文35篇，箴言第4章吼。我的囝儿着听老爸教示，因为我用好的道理予恁。我嘛捌做老爸的囝，老爸有教示我讲，你着记得我的话，着找求智慧，找求聪明，毋通袂记得，毋通气煞智慧，伊会保守你。智慧上重要，着拍拼找。你尊重智慧，伊会高举你。智慧会用花冠滴伫你的头壳。我的囝着听，着领受我的话。我有指示你智慧的路。你行时袂拄着阻碍。着持守教示，毋通放松，着谨慎固守，因为智慧是你的活命。今仔日是总会所定妇女事工主日，咱的妇女团契要为咱献2首诗。第1首是来就近我，第2首阮感谢你，主耶稣。
即时圣经，咱请赖梦琴姊妹。咱做伙来共读上帝的话语，有2位的圣经节记载伫新约圣经。第一位伫使徒行传18章24节至28节，使徒行传18章24节至28节。有一个犹太人名阿波罗，到以弗所，伊出世伫亚历山大，是有学问，伫圣经也不智慧。伊捌学习主的路，热心将耶稣的事详细讲来教世人。只有在约翰洗礼那定，伊伫会堂好胆来讲，伯基勒、阿古勒听见，就带伊来，对伊排列上帝的路较详细。阿波罗爱去阿该亚的时，兄弟劝勉伊，搁寄批请学生来接纳伊。已经到，就对恩典来大大帮赞遐个信徒，因为伊伫众人的面前出力辩倒犹太人，因圣经指明耶稣是基督。第2位的圣经伫罗马人书16章第3节至第4节。罗马人书16章第3节至第4节。请安伯基勒、阿古勒。伫基督耶稣甲我同着磨的，也为着我的性命拼死。毋但我感谢因，就外邦的正教会也是安尼。咱即礼拜的经句是罗马人书16章第3节至第4节，请咱用台语汉语版来读。来，请安伯基勒、阿古勒。伫基督耶稣甲我同着磨的，也为着我的性命捌拼死。毋但我感谢因，就外邦的正教会也是安尼。学老，今仔日圣歌队所要为咱学老的诗歌是。恁着去到普天的学老线小传道书要为咱传讲的信息是：妇女角色的再思，妇女角色的再思。今世给你们权柄，是不变。
咱同齐额头来祈祷。亲爱的天父，阮感谢你创造男甲女，互两性的关系和谐和谐。阮要求你帮赞，使阮智慧经营阮的家庭，认真工作，甲你和好。即时，阮要用谦卑的心来到你的面头前，听探你的话语，互阮的角色哪扮演哪合你的旨意。活出真实有意义的活命，安尼祈祷是奉靠主耶稣的圣名来求，阿免。今仔日我要用妇女的角色再思咱过来想看即个妇女的角色是安怎咱今仔日较特别，因为是妇女的主日所以我即个时阵爱男生查甫的兄弟你甲查某的甲伊握一个手，还是甲伊揽的无要紧看你是。看安怎拢会使你着甲握一个手讲毋望你的性命哪来哪水。来，咱即摆甲查甫的甲弟兄兄弟，遮妇女遮坐伫遮请你徛起来好无？来，男弟兄，请你起立，来到女的顶面甲因一个握手，还是甲伊揽一个，拢无要紧来，男生请起立因为恁今仔日真特别今仔妇女即边的妇女团契拢无人去甲按呢。无咱三角小握迄个所在这男生弟兄们加油所以可见咱的兄弟无济呢姚弟兄，我看你没有起来。毋望伫妇女的主日时咱的性命、咱的角色要哪活来愈来愈水今仔我要照着咱今仔日，我即摆要甲咱讲伫人生无共款的阶段，就无共款的任务，对吧？是毋是安尼？对咱即摆想看觅，咱的角色咧扮演咱妇女，尤其是妇女，伫拄结婚了的时阵你会发现讲逐工安怎？请问有家己的时间无？来，拄结婚了，有一个囡仔，还是讲两个囡仔的时阵，请问你有你家己的时间无？我会记得我以前拢敢若要困，拢无啥时间通困要读册嘛无时间通读册迄个时阵的感觉是安尼所以你会感觉讲囡仔一项一项咧大汉，到高中的时阵囡仔来一个一个拢安怎？一个一个以前的劳苦啦、拍拼啦伫遐咧经营的时阵，你会感觉讲无闲到要害，拢无家己的时间毋过甲来渐渐的感觉讲囡仔一个一个拢无伫厝，变做啥？空巢期对吧？无论咱的爸母会感觉讲奇怪囡仔一个一个拢飞去拢飞出去即个时阵翁仔某的关系有重要无？即个时阵有重要无？非常的重要，对无？所以咱无共的阶段、无共的时间，咱伫即个妇女角色扮演的时阵，嘛是无共款。所以咱的时间长甲短，咱拢是安怎？年纪哪侪时，咱会发现咱家己的时间会哪来哪侪。问题是，你若是搁甲将过去迄个要甲箍一个家要甲即个囡仔从好势，即个囡仔已经安怎？无啥要听你的因为因家己有安怎？因家己的思想，因家己的想法，因家己的计划。我最近我就有迄种感觉，阮囝拢大汉了，我即摆有感觉，阮囝大汉了会开始会晓甲我服侍以前是我咧甲伊服侍，即摆换伊安那会晓来服侍。妈妈，你身躯咧艰苦，你真疼对无？我甲你按摩实在足好诶！我即摆阮医生倒来伫我诶身躯边我拢逐工煮食，煮了就满足诶。满足你讲妈妈，你是毋是身躯足疼？我讲嘿对，你骹求互我，因为我最近拢骹咧疼，我就开始按摩哎呀，这是一个真大诶享受所以我即摆享受即个家庭诶快乐即个时阵是我我嘛感觉讲我即所有诶时间几乎就是伫教会啦因为我诶囡仔已经毋免我搁安怎真操烦所以我真侪时间拢是伫教会
种种出入入。我会记得玉婷伊迄天甲我问讲吼，春燕姐是安怎吼？你安尼规工安尼哭哭撞吼，啊你哪会拢袂忝？我讲吼，我拢无甲教会当作工课，我拢感觉吼，每一工吼伫遮拢真快乐，是安那？逐工拢咧甲陪人讲话对无吼？啊，逐工会感觉讲吼，生活真有意义，真丰盛，嘛真丰富。所以连伊看即个，连伊看迄个，连伊去对，连伊去对安尼吼，我感觉吼，逐工吼时间拢满吼，啊，感觉讲生命真快乐。吼，所以咱的时间，咱到底是要安怎扮演？当你时间若哪多的时阵，你要甲工课当作是工课，啊，是你要甲工课当作是一种疼人，互你活了有意义，互你活了有喜乐。所以我拢甲牧师拢会甲我问讲，你拢倒去困，你拢不是感觉我困无饱，吼，拢倒去困吼。啊，我会感觉讲吼，真正生命要安怎活了好，活了丰盛，这是咱每想的。啊，我今日特别用即个妇女的主日的时阵吼，特别要甲咱分享妇女即个角色，到底咱要安怎扮演，搁较好势吼。这是我今日足重要吼。所以我问讲，最近我咧探访，啊，就一人甲我讲吼，啊，她是家里的贵妇啦吼。伊甲我讲贵妇啦吼。伊讲，我讲什么贵妇？我就讲贵妇呢吼。伊讲毋是啦，是跪在地上。擦地板那个贵妇啦吼，哎呦，听了我就觉得很心疼啦吼，心肝救下吼，救过来吼，啊，因为安尼吼，啊，身躯在咧艰苦吼，安尼，逐工咧撸涂骹，啊，洗头毛创，洗啥，洗虫啊啦吼，哇，足无用的吼，我即摆要甲咱问哦吼，咱伫厝里到底咱是扮演贵妇，还是跪咧涂骹迄个贵妇吼？过来就是讲，咱到底是咧做家庭的主妇，就是讲主妇，还是煮饭的主妇？吼，你的角色到底是啥物货？吼，还是讲你伫家庭中间吼，你是做家庭的经营者，啊，还是咧做吼迄个一成不变？就是讲啥物叫经营者？啥物变？就是讲你会晓逐工咧创造你家庭的欢喜，创造你家庭的快乐。啊，还是讲吼，反正结婚了啊，嫁了啊，反正嘛有人交要伫啊，啊，咱就逐工拢安那。凊彩彩安尼过日子，吼！我想毋是安尼，家庭嘛是爱你经营。你若无经营，即个家庭真紧就荒废啊，吼！所以是安尼吼，所以咱要真注意吼。所以我今要甲咱问讲吼，你的家庭、你的工课、工作啦，吼，还是讲你伫教会服侍，我要问你讲，你即三项你有平衡无？妇女的角色内底你有平衡无？有的人一世人对头到尾拢用伫家庭，其他无插。就是顾家，吼，有个人是安尼，有个人啊，一世人就是工课，一直工课，一直做到死，伊嘛做袂是要甲做工课。家庭无咧注重，教会嘛无咧注重，吼。啊，另外一种是安怎，足热心，拢伫服侍，拢伫教会，毋过安怎家庭无咧插，吼。啊，所以每一个有个人是安尼，有个人是安尼，大家重点拢无共，吼。啊。每一个阶段有无共款的注重的时间，有当时你的注重的时间是伫家庭，有当时你是伫工作，有当时你是伫服侍，所以无共款的阶段，咱的时间的分配嘛爱无共。所以我嘛要甲咱每一个人问，你的时间的分配，你安怎分配？你敢有时间伫家庭中间好好啊去照顾家庭？我最近我就讲吼，阮兜已经放火啊，吼。因为我拢甲咧顾教会尔，拢无咧顾家庭吼。我最近有点反省吼，讲啊，厝里垃圾哩落安尼吼，啊，就感觉讲需要安怎，嘛爱一寡时间，因为囡仔拢无伫咧，我就感觉有一寡时间应该安尼吼。所以我即摆开始咧调整家己的角色，到底是要安怎扮演？嘛，多谢妇女，互我有即个机会吼，要求讲我今仔日讲即个道吼，所以我家己嘛开始去想我家己的角色要安怎扮演，搁较水。啊，搁较丰盛，啊，搁较快乐，这是我家己一直爱思考的代志。过来就是讲吼，我要问咱每一个人，你甲上帝的关系，吼，甲人的关系，啊，甲家庭的关系，甲你家己的关系，你家己甲你家己关系，你感觉你有啥疼无？你有疼你家己无？疼你的人，疼人无？还是有疼上帝无？啊，你感觉即个关系有健康无？关系你有健康无？还是你不时间咧埋怨上帝？你甲家庭的关系，你会感觉真埋怨？我若生对即个家庭，那较衰着？还是讲，哎，我生即个家庭，我实在有够幸福，吼？还是讲你伫工作中间，甲人的关系中间，你不时就感觉讲，即个毋对，迄个毋对，迄个毋对，还是感觉讲，哦，即个足赞的，即个足赞的，即个足赞的。
到底咱甲人的关系，咱有健康无？所以我今仔用即个经文吼，要甲咱分享即个部分吼。啊，伫你的生命中，我嘛要甲咱问讲吼，到底你的生命是互人甲上帝的关系哪亲近？啊，是你的生命甲别人的关系安怎哪来哪远？我伫中基的时阵吼，我伫幕布，我拢咧传福音，我就发现讲吼，真侪迄员工拢甲我讲，创像我信袂落，我讲是安怎？啊，你看恁基督徒拢安尼哦。我若听了即句话吼，我就足郁卒的，你知影吼？我恁种基督徒拢安尼吼，啊，基督徒有当时咱嘛会互绊倒对吧？所以我就要甲咱问吼，你的生命到底是互绊倒的，还是你的生命是互人甲上帝的关系哪来哪好？咱有生命的见证无？这我要问大家吼。所以这嘛是咱来想的。过来就是讲，你敢有愿意讲吼？有一天你若较会使的时阵，你会当开放你的家庭。互你的家庭成做一个牧养的家庭。我最近我有参加一个幸福小组嘛，吼，我进前像以前咱顶届翠娥姐甲新闻，因拢是伫幸福，我咧带幸福小组的时候，因伫迄个所在慢慢受造就，慢慢栽培，伫咧关心的中间。最近我嘛足感谢，阮华语堂吼有一个叫做吴文雄校长。甲嘉亲戚，伊嘛是最近才拄偶像，有无？你有去因兜才拄偶像。伊即摆将因偶像迄个所在拢拄掉，伊逐工迄个所在叫做敬拜上帝的所在。我就甲讲吼，我会当去恁兜吼，开拓幸福小组，要伫恁兜做聚会。伊讲好，欢迎，吼。所以我即摆着3月的时阵吼，我甲你讲，你若有无道友，请你甲我讲。吼，伊的时间会使，你就甲我讲，我会当带因来去迄个所在，阮着伫迄个所在有真侪同工会当甲伊帮衬，互因伫信仰中间安怎来安怎，哪做哪款，伫遐享受迄个上帝的疼。吼，所以我要开始伫迄个所在，3月开始。好，我今仔要甲咱问吼，讲这是开放家庭。如果咱的教会内当开放真侪家庭，拢有真侪小组伫迄个所在关心照顾。因为咱若一礼拜敢若中间伫咱中间，其实咱敢若一礼拜3拄的机会。有当时3拄做礼拜煞，大家拢5、4、3、2、1，就拢走了了啊，拢无迄个关系，通互相交陪。咱你有一个小组的时候，有当伫迄个所在互相信任、互相交陪、互相讨开、互相祈祷，迄就是一个快乐，迄就是一个关系，迄就是一个疼的建立。所以我感觉讲，咱真需要咱的教会，咱若要进步，咱若要传福音，咱若要成长，咱就是爱屈落去吼，传福音好好传，咱的教会就复兴吼，咱的复兴。所以这是我今仔真重要甲咱讲吼。另外就是讲。咱的教会，咱有真侪人当执，有中执，有长老，有执事吼，佫有真侪团契的同工吼，拢总是咧服侍。我今仔要甲咱问讲吼，到底即个服侍，互咱是愈服侍重愈济，还是讲即个服侍，互你生命愈来愈丰盛，愈来愈成长，这是足重要的。吼，足重要。咱要哪起立一个迄个团契，还是讲即个服侍，互咱的生命愈来愈好。咱会当伫迄个所在进步吼、成长吼，所以这是我真爱甲咱大家分享的所在。我拢袂记用PowerPoint互恁看。好，所以咱即摆过来看讲，即个时阵我这是一个要甲咱讲，就是讲，你的人生你会当重新来分配，你会嘛当重新来时间选择，互你的生命，互伊规划搁较水，搁较活了，搁较快乐，搁较喜乐。所以，毋是为着别人来活，吼，就是讲你的生命中间，你是用主耶稣的疼，咧为你咧活伫你的周围中间。吼，今仔我要透过即个要透过我今仔要甲咱分享，就是即个保罗吼，伊第2摆咧传道的时阵吼，即个宣教的过程中间，伊拄着遮个代志，遮个同工因做啥物代志？吼，今仔上重的角色啥物人？来，我问恁，今仔讲妇女，今仔我要讲上重的角色啥物人？哈，阿姑啦是查甫的查某的，夫妻着，阿姑啦甲啥物人？要记得对无？好，即两个爱记吼，我拢即两个足紧吼，查甫的查某拢看拢会想无吼。阿姑啦是查甫的查某的，哈？阿姑啦是查甫的，笔记啦才是查某的，吼，哈？阿姑啦，好，歹势吼，发音无啥标准。OK， 好，我今仔要讲的就是即个大概即个范，你说
红色的即个所在，咱有看到。啊，虽然字真细，无要紧吼，我较来用较大字互恁看。我即摆是咧讲，即个红色即考起来，即个就是第2摆保罗咧传福音，即个过程就是伫即个所在吼，啊，迄个所在咧传福音吼，这是第2摆的时阵吼。啊，咱哇，这我就好，咱即摆来看即个图吼，即个图吼，就是对即摆咱即摆开始看对腓立比，啊，搁跳帖撒罗尼迦吼，迄即个教会，啊，即摆就落来的时阵吼，伫雅典有看到雅典无？伫雅典下面吼，下面的所在，啊，搁来雅典，啊，搁来下面的所在，就是啥？伊要去哥林多吼，我即摆互恁看吼。即摆保罗吼，就是离开雅典，伊要去哥林多。我即摆要讲即个故事开始吼，即个哥林多啊，拄着一个犹太人吼，啊，即个名叫做阿古拉吼，啊，伊出世是伫迄个本都的所在，啊是犹太人，啊，伊阵要伫本都的时阵吼，啊，就来到即个就是对本都啊，要来到即个意大利，还即个离开罗马啊，来到即个所在吼，啊，伊就带因某拢来到即个所在定居啦吼，啊，即个保罗吼，伊就是安尼宣告，行到遮，对雅典，就来到即个哥林多的所在。所以伊就安怎？因为因拢咧做啥？因保罗的行业是咧创啥？做布匹，吼，做布匹，吼，大布匹的所在，吼。所以保罗甲因吼，拢共款共业的，工课拢做共款的，吼。所以因就甲因安怎？同齐做工，吼。所以因是同齐伫遐。趁钱维护家己的维护即个维生啦吼，就安尼所在吼。啊，因每一届礼拜日的时阵，即个保罗吼，就去甲希腊人、甲犹太人，因为伊希腊人甲犹太人，因拢无啥要信耶稣，所以伊就逐工吼，不是礼拜日的时阵吼，工课做煞，啊礼拜日就开去传福音，这是保罗吼，保罗去传福音啦吼。啊，咱来看吼，即个保罗吼，伊伫迄个哥林多的所在，甲即个阿古拉甲迄个啥，巴希拉因吼，因拢总有18个月，伫迄个年半的时间，逐个拢带做伙，啊，伫遐三听三服侍，吼，安尼互相做伙。啊，即个时阵，保罗伊就想要去叙利亚一个所在叫以弗所，咱知影以弗所嘛吼，一个教会嘛是伊就去以弗所。啊，即摆要去的时阵吼，你看哦，即个阿古拉甲即个巴希拉因人翁仔某，伊嘛是安那缀保罗去。所以因伫迄个所在，啊，保罗就去遐甲人犹太人遐吼，甲希腊人遐，因就开始伫遐咧辩论啦吼。所以因就伫遐待有一段时间吼。咱来看即个图，我即安尼看无？咱即摆看对雅典遐一个红色有无吼？啊，即摆伊来去哥林多，啊，即摆伫哥林多的时阵吼，伊对哥林多开始就去以弗所。我伫粉红色遐一个以弗所对吧？所以咱今仔要讲的重点是伫遮吼，就是即哥林多伊就到以弗所即个所在。啊，即个阿古拉甲巴吉拉因安怎伫迄个所在三听三服侍，对即个保罗安怎来服侍吼？啊，甲伊佫对别人的服侍吼。咱来看即个部分吼。啊，即个所在吼，就是有一个叫阿波罗。阿波罗吼，伊是亚历山大的人吼，啊，伊嘛是犹太人，啊，伊足有学问的，口才嘛真好吼，啊，伊嘛真敖讲圣经的道理吼，啊，所以即个人吼，伊就领受着上主的道理，伊领受了吼，啊，因为伊拢有听过即个约翰咧甲伊讲，所以伊对约翰即个洗礼的道理，伊拢真清楚，所以伊拢会去甲人分享，甲别人分享，所以伊听着道理，咱来看即个阿波罗吼，伊听着道理哦，马上就安怎？受到主的教示，伊就安怎，就火热心肝内，就真安尼热心啦吼，啊，就感觉讲，伊得着这个道理足好，所以就四界去甲人传福音吼。所以我今日要甲咱问讲吼，啊，咱听福音嘛听足久对无？有个人吼，毋敢共传福音，要去人传福音会惊，毋知要讲啥。到底咱即个耶稣是偌好？伊知影好，啊，毋过吼。足歹势共讲，敢若歹势安尼吼。所以咱有当时咱咧信耶稣真久，毋过安怎？可能你的同学伊还佫毋捌听过耶稣，你嘛毋捌甲伊分享过，你嘛毋捌邀请伊讲要来教会。所以我望讲，咱每一个人，你著是爱勇敢去甲别人讲即个耶稣偌疼你吼，偌你你的生命是安怎受着好的照顾，还是讲受着好的帮助，有互你成做一个你心肝内足。一生中间的瓦壳，甲你一生中间真大的快乐的来源是对遮来，是即个信仰帮助你，你有愿意安尼甲别人讲，甲人分享无吼？
咱今仔日看即、个使徒行传18章即个所在吼，伊讲伊伫会堂吼安怎放胆、勇敢、放胆咧传福音吼。即个伊咧传福音的过程中间吼，即个毕吉勒，你有发现哦？头拄啊吼，伊是伫阿古勒，伊囥伫头前。毋过圣经伫即个所在真特别咯。啥物人囥伫头前？毕吉勒，有没有？伊是毕吉勒囥伫头前。我嘛感觉足奇怪，我拄咧头前是阿古勒做头前。尾仔的时阵，因为圣经真罕哩吼，甲妇女的名囥伫内底，真翁仔某真侪真罕哩甲名囥内底。毋过即对翁仔某是安怎？保罗真安怎？真看重，感觉讲即个翁仔某安尼服侍伊，互伊会当专心来传福音，伊感觉讲足欢喜、足快乐，伊找着真好当工。所以吼，即个毕吉勒甲即阿古勒吼，伊就看到迄个亚波罗吼，安尼四界安尼传福音吼，毋过伊传的道理吼，对耶稣的啥死过活即个道理还佫无足清楚，所以就安怎甲伊教讲，你安尼讲吼，还佫无矫正，爱安怎佫较矫正？所以伊伫迄个所在安怎，就佫较矫正，伫遐咧甲教讲要哪？即个亚波罗吼，伊互教了吼，就开始。伊伫以弗所吼，即马伫以弗所中间吼，伊就佫安怎开始即以弗所的信徒，因所有的同工吼，就感觉讲，即个亚波罗足够传福音的，伊即马要佫转去，伊怎写批要转去亚该亚的所在吼，伊讲伊要去亚该亚，亚该亚是对吼，我即马互恁看者，亚该亚就是头拄我甲恁讲雅典，即个看着无？伫哥林多下面遐有看着无？吼，迄个就是亚该亚吼，伊即马对以弗所转来遮吼。所以安尼，咱知影当即个部分，好，所以伊就写因以弗所即个信徒，伊就写批互即个人吼，互亚该亚迄个人要咱去甲接待他们吼。所以伊到遐的时阵吼，伊就帮助足侪人来信耶稣。所以你看亚波罗伊嘛是真认真咧传福音的人吼，伊所有的道理，伊就足侪人犹太人吼，要拢甲伊辩论嘛吼。毋过个样，因为真会讲话，嘛真对上帝遐领受真大个好个。教士，所以伊就安怎真勇敢去传福音，结果真侪人甲伊辩论，拢输啦吼。伊就要证明讲耶稣就是基督吼，即个耶稣就是救世主吼。好，咱即摆来看吼，罗马人书头拄无咱无读到即章啦吼，就是讲16章是第1节甲第4节中，遮佫一个女性，即个女性叫做菲比，吼。即个菲比吼，保罗就讲吼，即个菲比吼，因为伊普通时伊伫坚革哩吼，坚革哩一对，就是伫亚该亚边仔遐，吼，头拄咱咧看亚该亚，就是迄个坚革哩伫迄个所在吼。伊就安怎？伊是一个教会一个女执事，伊真认真服侍，真认真服侍。我以前伫中基的时阵，有一个对美国来，伊的名叫做菲比，好，菲比。哎呀，即个菲比吼，已经差不多60、70岁啊吼，伊来学 CPE 啦，吼。阮迄阵遐我少年，迄阵还袂结婚哦，才20外岁，已经差不多50、60岁啊。我就是互伊足吸引的，伊就是很吸引我，是安尼吸引我。伊的名叫做菲比，所以即个名我都记足清楚。对，古早迄阵，你看是我20外岁记到即马吼，即个菲比吼，伊就吼去伫中基迄阵遐旧的时阵吼，就去四界拢去探访，一个心。即马啥物人有欠缺，伊就去家己拢去买物件来互迄个人食。连伊迄个有欠缺，伊就摕钱互人，就反正就逐项拢互人就对啦，逐项甲人分享就对。即个人我就感觉印象足深的吼，感觉讲即个人哪遐会分享，真会分享，真会帮助人，所以伊的生命互我感觉讲足帮助的。伊就甲我讲我号即个名吼，就是咧传福音的啦。我号即个名吼，就是咧传福音嘛。所以伊就安怎？你看保罗。对即个人，对即个菲比，伊嘛是安怎很赞扬，真肯定伊即个认真的拍拼，吼。所以因伫即个所在，伊就爱安怎？保罗叫阿古勒甲毕古勒，因安怎去甲伊关心，甲伊照顾，讲伊若欠缺啥物，伊传福音的时若欠啥物吼，你着互伊说，你着甲伊接纳，你着甲伊帮助。所以菲比是受到啥物人？受到因即个翁仔某，因即对翁仔某的帮助吼。伊嘛。保罗嘛爱甲因讲吼，我咧讲，除了是安尼吼，伊嘛是甲伊讲，阿古勒甲即个毕吉勒，因两个是真好的同工，所以恁吼嘛爱帮我替因问好，甲伊问好。
因为是安怎？因为即个阿库拉甲即个贝古拉，因的生命中间，伊愿意为着传福音，因为保罗传福音时，其实拢受着真大的遭受真大的陷害，所以其实当即个翁仔某要帮助保罗的时阵，其实伊嘛真大的啥威胁，所以因的生命，伊讲吼，我已经将我的性命拢总要怎讲，置之度外啦吼，就是讲无家己的性命看作是真重要的，所以伊伫迄个过程当中，就是讲我愿意为着主奉献我的性命，安尼吼，安尼你伫遐咧服侍即个保罗，所以保罗真感谢即对翁仔某吼，所以这是安尼的所在。菲比吼，我即摆讲菲比吼，菲比伊一世人，伊拢咧帮助人。最近咱不是咧讲成功啦吼，成功的部分吼，讲一个人先来叫做成功，到底是关系、地位吼、名声，互你成功啦吼，还是吼，人讲咱即摆吼新的成功的定义吼，有个人是安尼讲哦，讲吼，你帮助偌济人，你就哪成功？你帮助哪济人，你就哪成功？因为你的生命哪有意义？后盖你若过身的时阵，人笑脸的，就是你过去你捌甲伊帮助过，伊会笑脸你，对吧？当你有关系名声，你无咧做帮助人的工课的时阵，无人会甲你笑脸。吼，这钱财拢会袂记，这名声地位拢会煞。毋过安怎？你的生命，你若是做好的生命、好的见证，你的生命永远留伫后壁，真侪人咧甲你纪念，迄个疼纪念伫伊内底。所以咱若帮助人哪济，所以即个菲比就是迄个帮助人，互伊诚侪吼。保罗所谓的迄个伊欢喜感受真大真深，伊感觉讲，即个菲比真的是我喜欢的一个女性，她愿意安尼服侍吼，真认真拍拼咧服侍，所以感觉真满足。伊嘛是保罗的好帮手，所以保罗若欠啥物回事，伊拢诚做保罗随时的帮助，随时的照顾。你看这同工的中间就是安怎互相帮助，团契嘛共款，互相帮助，所有的干部互相帮助，互相服侍，我想互相接纳，这个过程，这个团契，也是讲这个事工，就会变得加真水。所以团队服侍非常非常的重要，吼，非常重要。过来，咱来看阿古拉甲这个毕基列，这个翁仔某吼，你看因夫妇是三疼三夫妻，吼，三疼三夫妻，因两个真做工拢是。掠基督最中心，甲保罗同齐，迄个心是共一个心吼，所以用基督的心做心，人来服侍人，所以用安尼是上重要。咱若用人做中心去服侍的时，你会感觉讲，无啥对，吼，因为安尼高估家己，安尼会真变做骄傲。毋过你若以基督的心做心的时，你去服侍，你的生命会无共款，你就袂真济计较，因为你是为着主来服侍，毋是为着你荣耀你家己来服侍。即对翁仔某就是安尼，因两个翁仔某三做工，即摆因两个拢是去甲对，伊就对甲对，所以翁仔某是很好的关系，吼，真好的关系。吼，咱看到明慧长老因两个翁仔某嘛是共款，要去对服侍。因两个我拢大概看到拢是，双进双出，吼，很少看到单独。所以迄服侍我有一摆阮去做，迄叫啥？去火葬场火化有没有？因翁仔某就缀阮去安尼吼，我拢会感觉足感动，讲这翁仔某安尼同齐服侍诚好，吼。我感觉迄个感觉是足好的吼，所以我感觉讲每一个人，咱若有一个同心合意，迄个关系真好，家庭就复兴吼。过来就是讲因真谦卑，真顺服，拢掠主最大吼。所以迄个欢喜，迄个快乐，因拢无少。伊嘛伫迄个所在开放伊个家庭。头拄咱讲亚波罗的时阵，你看伊拢甲亚波罗吼带倒来因兜，佮甲伊继续圣经陪读。佮甲了解，佮甲伊教，佮甲伊了解，互即个亚波罗会当佮较济，会当去传福音的所在吼。所以伊嘛是开放家庭，所以我今仔想要甲人讲，如果你若愿意，你嘛会当开放你的家庭吼，来做一个敬拜、造就传福音的所在吼。我知影志明大哥吼，因兜嘛是拢安那，逐工含尊荣
大哥吼，他们因拢是安那伫遐咧查经，啊，伫遐咧领受学习圣经的道理。我讲这拢真好。吼，你若愿意开放你的家庭，哦，这是真好。你若真正愿意吼，啊，你着甲真侪人吼，你感觉有熟悉，遮无队友捡去恁兜，啊，你着开始伫遐造就帮助。我想咱的教会复兴着足紧的吼。啊，这是真重要吼，就是讲即个传福音爱有啥啦？爱有实践，爱有实践，毋是干那讲讲就好吼。啊，所以保罗吼，伊伫遮有因两个，即个翁仔某就诚做因个真好的帮衬吼。所以你看看，因干那做即个阿哥勒甲即个伯吉勒，因两个翁仔某，伊是真好，就是讲伊毋若接待保罗，伊嘛接待阿波罗，啊嘛接待菲比，啊过来咧。所有外邦人只要有欠缺，伊拢总伫迄个所在，伫遐咧做接待，吼，这是第一。过来就是讲，伊献身，吼，无顾家己的性命，伊愿意安尼疼惜即个保罗，这是伊真愿意的吼。无顾家己的性命，啊愿意摆上，吼，为着伊安尼赔命，伊讲伊愿意安尼吼。迄我想，迄是因为真大的疼。上帝互伊真大个疼伫内底，伊才有法度去疼即个保罗，无法度安尼吼。过来伊是一个帮衬者吼，所以伫迄阵保罗伫18个月中间，其实进前拢是礼拜日才去传福音。过来咧，保罗足侪时间都拢去传福音，吼，都无讲干那伫礼拜日，都真侪时间拢会当传福音。所以伊就是咧顾后壁，啊，互伊去，互保罗去头前去做代志。啊，毋过伫迄个所在，伊嘛做帮补，吼，做帮补，所以伊是一个真好的帮衬者。所以即对翁仔某是真好的模范，伊安怎夫妻相疼，啊，互相安那疼上帝，啊，搁疼人，吼。所以即个对翁仔某是我感觉讲真好的，吼。啊，嘛是咱妇女会当搁开始来想咱的角色，咱要来诚做咱的兄弟啊，咱的家庭的帮衬者，啊，诚做真好的服侍者，吼。这是咱会当想的，所以我即摆要甲咱分享，就是讲，咱妇女毋是干妇女尔啦吼，所有兄弟姊妹，大家吼拢共款，你会当带人来信主，你会当安尼来，不时甲即个印象放伫你内底。拄着人有欠缺人，你若无时间的时阵，你就讲，创轩，即个人麻烦你关心，安尼嘛我嘛会去，吼，你若甲我讲，我嘛会去，吼。过来，祈祷，咱来诚做一个祈祷的团队，吼。啊，我即摆伫华语堂的时阵吼，我若即摆差不多8:50的时阵，啊，我就有一个小组吼，啊，伫遐为着教会会来祈祷吼，所以有一个小组。啊，你嘛会当伫你诚做你祈祷，为着教会，为着事工，为着其他也是啥物人软正，你会当替伊祈祷吼。过来，咱要来落实即个关怀，真济咱教会足侪破病的人真济吼，啊，咱来互相关心，啊，有真济，毋是干那。有个人是身体破病，是心灵忧伤，啊，心灵软弱，啊，咱要哪诚做伊的陪伴，这咱嘛会当做，吼。只要你若知有欠缺，就是大家互相分享。一个人无法度所有拢总顾会着，啊，你若家己诚做即个中心，你来疼你四边的人，即个嘛疼四边的人，大家拢安尼互相相疼。哇，我感觉即个教会进步会足紧的，吼。啊，毋过咱就是要落实咧做吼。过来就是信用造就啊，咱有足侪圣经学院吼，啊有真侪信用的迄落，伫遐咧像阮老师因兜嘛是拢开放家庭，啊拢查经班足侪吼，所以我嘛感觉迄嘛是一个开放你的家庭，啊诚做信用的中心，嘛是真好，毋是干那教会，伫家庭内底嘛有足侪温暖吼，啊要食要穿要用吼，伫迄个所在要做，加真方便吼，伫遮。无一定有，逐项拢总有吼。啊，毋过伫遮是一个真好的所在，嘛是会当互咱伫遮三甲起做吼。像乐林足侪人伫遮个所在找着真侪快乐。啊，最近乐林拢会讲，哦，恁哪会拢爱甲，因为过年甲即个是中间吼，即个是拄啊暂时，即摆3月中的时阵要开始遮个乐林的活动啦吼。所以遮个年纪真侪遮个人吼，因拢会感觉讲，哦，即段时间真安怎，真久啦。望讲较紧的，大家会当做伙做伙斗阵，所以你知影，人甲人中间做伙都是有伴，吼陪伴就是足重要，迄个陪伴足重要吼，会感觉无孤单，啊无毋知安怎，一感觉毋知要去佗，毋知要找啥物人吼，所以感觉孤单吼，真侪孤单。啊，过来咱嘛需要幸福小组的同工，就是讲你会诚做即个同工，有机会咱会当伫即个所在，慢慢啊伫华语堂即摆慢慢啊伫遐咧做。我感觉台语堂嘛是有时间，咱嘛会当慢慢啊做。吼，要咱从团契
开始慢慢成做一个传福音的所在，毋是干那伫遐聚会，安尼就好啊。我感觉安尼是无够野啦吼。过来，咱会当做一寡圣经陪读。你若讲一寡信仰还佫无足好的时阵，咱会当伫迄个所在陪伴伊读圣经，一个陪伴一个嘛好，吼，还是两个陪伴一个，还是一个真侪人陪伴，吼，拢会使。反正就是陪伴伊会当读圣经，这就是真好吼。所以这咱嘛会当做。今仔我看妇女团契伫遮会当带敬拜，佫会当献诗，这嘛是一个真好的服侍。吼，所以咱的角色，每一个的角色，咱会当佫较看去，毋是干那家庭尔，嘛毋是干伫工作中间尔，吼，拢总会当甲即个生命过得佫较丰富。吼，这是我的期待啦吼。咱即马就是讲传福音的工人伫对，咱真欠缺。主耶稣讲吼，我要用你，你有愿意无？你有愿意成做即个传福音的工人无？吼，你足重要的，你足重要，服侍需要安尼吼。我望我是这是我的期待啦吼，我望安尼啦吼，就是讲一个人带一个人，吼，其实一个人带一个人，这是足古早就是开始咧讲啦吼。问题是咱敢有带？其实即个事工已经真久咧讲，问题是讲咱有落实无？一个人一个服侍，伫教会中间，你会当无论你的年龄偌大，你会当做你年龄会使哩，做你的温数会使，就是讲你用你的温数来服侍。无论譬如讲你会晓音响，你就去音响服侍。你要音乐，你就用音乐服侍；你要扫涂骹，就扫涂骹服侍。什物服侍拢总好，毋过你就是愿意将你一撮时间，你一礼拜，你用2点钟的时间，你就讲我即个时间我就是要服侍上帝，安尼是真好。所以我望讲服侍嘛，成做你的生命中间的角色其中的一个。咱教会欠人，真欠传福音的人，真欠服侍的人。吼，所以望讲咱有即个一人一个服侍。过来，你的生命中间，你愿意为着一个慕道友，好好替伊祈祷，不时咧替伊祈祷，关心伊、照顾伊、帮助伊、陪伴伊。咱安尼每一工安尼，咱着做遮代志。你会感觉你陪伴的过程真有意义，嘛真有真有价值。吼，我逐工安尼伫遮安尼陪吼，我嘛感觉讲，生命继续丰盛的，我家己也感觉讲，很好。所以我会觉得很喜乐。昨好友会，对，阮昨男神的好友会，就拄着阮男神的院长，阮院长看到我讲，钟轩你现在逐工拢安尼，对我学生看到你一直到即马，你拢逐工拢快快乐乐。我讲做基督徒毋是爱安尼吗？逐工爱喜乐对无？好，基督徒都是即个生命，就是每天活得很喜乐，好，每天活得很真有意义，真有价值，所以你感觉逐工拢做活气的，吼，这是咱足重要的所在。所以我要甲咱讲，咱每一个人，你会当做佫较有意义的代志，互你会感觉你的生命中间，毋是咧为着家己，你是为着陪伴，为着照顾另外一个有需要你帮助的人，你伫遐陪伴，你会感觉你的生命加真丰盛，加真有意义。我嘛望讲，你若会使，会当开放你的家庭，吼。互招别人起来恁兜，正做芳芳的坐，伫迄个所在关心这个家庭，一个也好，两个也好，三个也好，拢总好。吼，所以你若有个人，你若感觉讲你无法度安尼，你甲人交来互我，吼咱将这个人就交互上帝，带因来交互上帝，咱用一个小组安尼甲帮助吼。所以我感觉讲人生的中间吼，敢若付出疼，你的人生才有意义啦，吼。钱较济都无够额，毋过若疼较济拢无嫌少，吼。所以咱若疼哪济，咱的生命就哪丰富；疼哪济，咱的生命就哪快乐。所以我望讲，咱的生命就是安尼活出来，吼，活出来。所以我要甲咱讲，你的生命，你若有安尼付出，你若愿意互上帝来用，你的生命一定佫较丰盛，佫较有意义，吼。咱同齐来祈祷。多谢亲爱的天父，透过你的疼，互阮知影，阮的角色真重要。多谢你透过即个生命中间，互阮的对
阿骨拉甲八骨拉因翁仔某甲菲比的故事，互阮学习，会当同心合意来服侍。一世人拢是帮助人、接待人，互人的性命得到鼓励，佮享受阮有传福音的工人，开放阮的家庭，训练造就人才，互人的性命日日成长，甲你的关系哪来亲近？安尼祈祷，靠主耶稣的名来求，阿免。咱今仔真欢喜啦吼！我特别邀请阿贤姐吼，要来咱咧中间来做见证吼。我请阿贤姐来头前吼。阿贤姐，我想咱大家拢知影，伊过去吼，伫差不多半年当前吼，有着腰手癌吼，伫即个中间，上帝安怎透过即个病痛，互伊的生命伫即个所在经历甲主的同在吼。咱将时间交互伊，伊要来做见证。无要紧，遮伫遮安遮听。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我是阿贤，今仔日真欢喜，初先传达，互我这个机会来做我生命的见证。首先，也是要感谢天的阿爸爸，互我新的生命，一只甲大家来分享我生命的见证。14月份，我的查某囝真用心带我去日本佚佗，咧泡温泉的时阵，无意中，咱去摸大仔经有一粒，迄阵我也不在意，转来。嘛无迄个要紧即个代志，因为也袂疼，也袂艰苦，所以我就经过到5月拄好一个机会，甲我朋友咧讲的，讲我大仔囡仔一粒，伊讲迄可能是分流，真简单。伊讲伊经验嘛3、4粒，再去灌化手术。伊讲你若莫去灌化，去看卖。我去灌化医生，伊讲即可分流啦，是简单啦，手术我嘛无招我的囡仔去，我家己去。我想，即小手术尔，我就去。伊讲恁明仔载才来，我叫明仔载才去。他就开刀，我甲讲这敢会真久？伊讲你要是在皮肉上面就很简单，若是腹膜内底就较恶安尼。结果是在腹膜里面拍一解麻醉下，我拢无法度。第二解我讲医生我真疼，伊讲无搁注解麻醉下，伊讲你这已经走到腹膜。开刀了嘛无身体嘛无安怎，嘛是好势好势，逐工嘛是去运动。带孙嘛是过了真快乐，到第7天要去放线的时阵，医生讲，伊个面仔油油啦。我讲这个伤口怎么烂的安尼啦？伊讲你这无好啦，歹物安尼啦。伊讲我迄个报告互你吼，你看要去中基也是秀团安尼啦。我个一个手仔讲无我转来中基。早早医生报告就拿给我，我就去中基挂外科医生。我去外科医生看，讲你这可能是胰脏转移出来的啦，吼。伊讲可能是安尼啦。伊讲嘛是还佫做一步检查啦。我就甲医生讲，我好好啊，我好好也无艰苦也无啥，就这样一天过一天啦。迄外科医生会笑笑讲，伊讲你若要安尼一天过一天哦，你活不到半年啦。你就是爱做治疗啦，吼！伊讲我无法度，即马甲你确定是不是恶性的啦，还要再切除安尼啦，爱个切片啦。我个安排我切片，切片了的时阵要看报告，我毋敢互即个外科医生看，我是讲我还是转到那个范医师那个门诊，我就看报告，佮毋知过几工去看报告时阵，我就转互范医师看。我入去，我有范师讲，范师，我希望是好的结果啦。范师就笑的，伊讲诶，伊就停一下才甲我讲，伊讲，我若甲你讲无好诶，你要安怎做决定啦？你要互你诶性命过了有尊严，还是要艰苦过较久诶安尼啦？我甲范师笑讲，逐个摆要过了有尊严，我甲安尼讲，我讲外科医师跟我讲说，我若无做治疗半年，我甲外科医生讲，我若做治疗要1年，我嘛悄悄甲外科医生讲，我讲，我多那个半年的时间要干嘛？是躺在倒咧眠床，一遐受苦，我何必咧？我就要半年的时间快快乐乐，我甲安尼甲迄个医生讲，尼医生就笑笑伊讲。即个患者真困难搞了对啊！伊讲，我所以讲我要看门诊的时阵，我要看报告，我毋敢挂互伊，我再挂范医师。范医师讲，我是赞同你想法，我说我还是不要做化疗安尼啦。我讲，
我目睭前看，因为即个教会名字，互我读看到尾，足辛苦的吼。佮尤其我第二查某囝，嘛是癌症，他还是很辛苦，做了一段时间，那个化疗快做完了，到后来是撑不住，还是走了。所以我这个感觉，好，我就过半年就好。我上帝讲，你让我过这半年，不过你害我这个旧年的过年，我都甲我的囝，甲我厝的人，一个团圆饭，我就足满足。我甲上帝讲，我真正我时时刻我上帝讲，你让我这个过年，互我都过，我撑这个过年过就好。今摆我每一天起来，我就是感谢主，讲啊，你又给我一个新的生命，互我每一天过了真快乐。在迄段期间，我个创生的先生嘛是这种镜头。时常我甲创生人遐讲，我这个到后来会有什么结果呢？创生传道安慰讲，你就快快乐乐一天过一天，莫甲受气。在迄段期间，咱教会真侪兄弟姊妹，佮一寡忠实时常去探访、甲安慰我、甲鼓励，互我迄个信心。我今仔才有法度起来遮，甲大家做一个见证。到一个5月的时阵，范医师也讲，我嘛是爱甲你转去肿瘤科啦，吼，啊，你来做决定，看你要做化疗，还是你才去做决定安尼。我就去转去肿瘤科，肿瘤科医生就是拄好看创生传道因老公的医生张正雄医师，伊讲甲我检查，前后一钟期，今日要做即个临床试验的药啊，我检查安尼来去，差3个月钟期一遐来咧，拢阮的查某囝陪我来去安尼。临床试验药啊，伊讲了时阵讲会使的啦。到最后会使的时阵，伊就要做安尼，啊，阮查某囝讲，没有这段时间哦，讲这段期间还未做化疗的时间，伊就找时间安排一个家族旅行，去日本。去日本回来，我搁一段期间我无想要做，这真的我不想做这个化疗。临床室内药啊真强，我知，迄医生嘛讲，你若做了，你若是做袂下，你可以停止。我就想讲，我若做袂下停止，迄阵嘛是伫艰苦，嘛是倒眠床，吼。不过我尾仔搁受伤了，我就甲阮查某囝讲，啊无好啦，妈妈牺牲一个啦。我若做这个临床室内药啊，若是做好。我后续可能还会救很多人跟我一样的病状，我就是抱这个心理，我才迄个信心要做临床试验。不过到后来，可能是上帝有听我的心声啦，伊知我无啥爱做这个化疗款啦。后来怎么医生说日本这趟回来，我个准备要做这个程序啊，已经咱个人工血管都做好了，已经什么手术拢办好啊。医生讲去日本这头的医生讲，又不行了呢。你那个好像是肿瘤，那个好像有较揪去安尼啊，佫袂使。哦，感谢主，好袂使，决心无爱做啊，无爱做，我佫拢无爱插的。在那段时间，我常来祷告，主啊，你给我过了这一年就好了。这年过嘛，差不多半年的时间。好，你跟我过这快快乐乐过这半年。我每礼拜是来教会嘛，是快快乐乐，无讲嘛，是无人知我安怎着。在那个半年的时间，一钟起落落，我到9月，阮对面一个讲，啊，遐少年啦，懵做啦，啊，无迄个台北的和信，伊讲台北和信，伊伫遐那个是他就是大肠癌转移肝癌，伊讲伊伫遐做化疗做了袂歹。我讲我不想做化疗啦，啊，阮女儿就说想讲，现在那个啥物，迄个。自费的药啊，啥物毋免固住年啊，爱搁自费的，即摆毋免啦吼。健保支出的药啊啦，啊，我就去中期，我问这张正雄医师，伊讲我不能单单开这个药，还要用打针的，安尼才有效果安尼啦，吼。啊，我就讲，那我不做了啦。啊，伊甲我讲，我嘛足无欢喜的讲，伊就讲啊，你这足无听话啊，我叫你讲爱食去咸做，你就毋安尼啦。我讲，那我回去考虑啦，伊嘛无啥欢喜安尼就对。我个知拢无去啊，我好啊，到9月我再去和信。和信的医师看看，我把先挂外科，看不能开刀。张基的外科医师说不能开刀，我和信说，外科医师说你这个不能开刀，我还是转到那个肿瘤科。肿瘤科医生讲，
你这个已经上几个已经宣布末期啊啦，伊讲你这个胰脏癌是末期了啦。啊，迄阵真正听到末期个胰脏癌这个，因为心肝拢，佮毋知要安怎讲啊，佮为天在摔过来就跳啦。我阁是讲啊，好啦，半年种半年啦，佮去和信，和信我佮9月份开始食和信的药啊，食到即马。伫即段期间，我也真感谢我厝的人陪伴我，时常佮照顾我，佮安慰我讲：妈妈你爱加油。我讲有主咧甲我伫地，我绝对爱加油。我为着要照顾你在世世，我嘛爱加油。我讲我时常目睭啊8斤，我就是感谢主。我每一工即摆目睭8斤，我就是感谢主。你佫互我一个新的生命，佫互我快快乐乐过一天。啊，我是讲真的啦，我很感谢我们永福的大家庭，每个兄弟姐妹，每一届我来教会，伊个是真来甲安慰，大家鼓励。阿生，你要加油！我说我一定会加油，因为我要每个礼拜还要进教会，我一定要加油。我是感谢主，真正，即摆我甲主讲，你互我做上大，我即摆上大的愿望，就是互我会当看到我厝的每一个会当来甲教会受洗。我每一届看到一只咧受洗，我就感动到流目屎。上个礼拜我看到受洗，后壁咪啥物来讲，你爱依靠，我嘛得依靠。我讲，我阁无想要靠，我阁看那个数字，那个一幕我就感动说，我这辈子我会当看到我厝的人一只受洗吗？我就安尼想，我想讲，主啊，你也互我这个机会，我即摆每一工就是感谢，透早起来我就是感谢主，讲你互我新的生命，互我一只做新的，互我一个生命的见证。我今仔日感谢创生，互我一只这个机会，甲大家分享我这段期间，我即马虽然有小可小毛病出现啦，但是我嘛是感谢主，讲伊会当互我阁活到今仔日，真正阁来日子就是拢主赐互我，赐互我新的生命，真正来感谢主，多谢大家，谢谢。恁听到遮个，你毋知有真感动，我就是要哭的吼，啊，毋过吼，真正是真欢喜啦吼。其实安尼差不多得要一冬啊，恁知无？快1年了吼，得要一冬啊吼。所以上帝足稳定对无？你看佫无做化疗，即摆佫会当好好徛伫遮，毋免伫迄眠床顶，规张佫好啊吼。吼，迄个喜乐灵伫内底吼，无惊吓。反正即个命就是上帝，啊，佫来拢稳定的。上帝安怎带，拢无要紧，对吧？对。啊，伊讲吼，伊若佫继续活吼，伊要做会长啦，吼，上帝头个会长。OK， 好，我们跟他谢谢，好不好？谢谢，有你真好，哈。病人就是在做传福音的工作，他就在做，所以病痛仍然可以传福音，对不对？我们的生命就是这样影响生命，不是吗？好，所以真感谢阿贤姐哈，谢谢，谢谢你，很好的分享。咱感谢小团导师对咱的传讲，甲阿贤姐对咱的生命见证分享。求上帝，互咱伫听佮讲的人，拢平平得到利益。这时，咱来吟圣诗510首。温困做工无嫌劳苦，温困做工无嫌劳苦，欢喜来做天父工程。这是主所行的路，路仆应该对主来行。咱请会众起立来唱全首。Oh
敬上帝的疼。请坐。这是咱来报告，因为今仔日时间有一点仔超过，所以咱报告重要的事项，吼。为这当中开始，吼，咱看第3点。为这当中开始，吼，咱开始申请顶学期的奖学金，吼，请要申请的人到咱的办公室摕申请表，啊，伫3月28以前爱交，吼。啊，第6点，伫即礼拜3暗时8点开始，咱的牧师有要甲咱的祈祷的查经会，吼，请大家踊跃参加。牧师所要查的是约翰福音，过来咱看。咱主本伫个第7点，主本伫3月11，咱有要召开中执会，啊，毋过因为有原因，所以咱改伫3月25。过来具体消息，伫今仔日下暗7点半，咱有要举行武林宝彩女士的周年追思礼拜，迄个是会馆长老的妈妈，吼，所以地点是伫个住址，咱有写伫遮，吼。好，过来团契消息，吼，就是咱今仔日是世界公道日，所以下晡2点半伫咱教会，咱有一个彰化区的妇女联合公道礼拜，吼，邀请大家做伙来参加。咱大概报告就到遮，吼。好，咱续来，咱搁来吟诗619首，619首。咱往前行，伫上帝的光，
咱向前行伫上帝的光，咱向前行，咱向前行伫上帝的光，请起立。念这首。愿三位一体的上帝常常甲恁伫地，互阮每一日活出疼。熬传福音，伫家庭、工作、教会做工做盐，想使恁常常喜乐有平安，对即时到永远无煞。安尼祈祷，阿免。请坐。咱迄个经营协会吼，经营协会的会员哦，今年行业会员，等下12点半遐，咱会开会哦嘿，伫1楼开会，伫1楼开会，经营协会哦嘿，特别请这个李干事拢爱留咧哦，李监事爱留咧，多谢。愿上帝赐福因带你啊。